法界借着电视以及网络无远佛界的传播力量，做法的布施，让佛法传播的更深更远。除了发挥教育以及弘化的功能之外，也提供了信众平日或者是退休之后修行佛法的场所，让您如沐在佛法安详的喜悦中。任何弘法事业都需要大众发心护持，您的布施供养能让法音源远流传，一切福报功德圆满成佛资粮。报拨账号42274784，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层层苦，似梦似幻还似雾，无数生死似无数苦，梦梦朝朝暮暮。天下所爱，爱皆苦，只多至少心中思。今夕谁懂？残花风对空。我心在乎，因为你我心在乎，因为你我心在乎。我心在哭，因为你问得读。至少心中思，月看今夕谁懂？残花风对空，我心在乎，因为你我心在乎，因为你。心